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斗牛鬼蛇神。这个头戴圆帽、身裹僧衣、手捧宝瓶的年轻女子，就是中文习惯称女活佛的朵基帕姆。站在她身边的两个满面愁云、战战兢兢的老人是女活佛的父母。朵基帕姆的父亲名叫仁真贾布，是一户贵族家族的总管家，母亲是商贩出身。因为女儿的特殊身份，父母也随着一荣俱荣，一毁俱毁。据说他的父亲因为在平叛期间给解放军带路，传递情报，充当内线，被认为是真正的爱国人士。可就是这位爱国人士，不但跟着女儿被揪斗，2个月后还被关进了监狱。伦祖朗杰说，其实他根本没有罪，但是他的罪名比较严重，这是因为有群众反映。他在喝醉时说毛主席加巴索，意思是毛主席去吃屎吧，所以多次批斗他，斗得非常惨，把肩膀都打骨折了。从监狱里放出来后，给他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监督小组10天半月斗他一次，打得他满脸是血，还威胁说不准对别人讲打过他，如果说了，以后会更惨。文革时候是这样，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还是这样。记得那天居委会的干部们又来了，在桌子上看到一张纸，上面是朵基帕姆的父亲平时随手写的一些字，像我们家里今天吃肉了，我们家里今天喝酥油茶了，等等，都是写着玩的。结果他们一看就吼道，你写什么反动字啊？毛主席死了，你很高兴吗？还吃肉喝酥油茶，你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又把他带走了，斗得一塌糊涂。他后来很后悔自己过去的爱国行为，也就是平叛时的那些经历。1977年还是1978年，他去世了。至于朵基帕姆的母亲，是个胆子很小的女人，每天老老实实的去参加劳动改造，一句话也不敢多说。那么作为女活佛的丈夫，有没有也跟着挨斗呢？我没有被斗过，不过听说要斗我，还要把我送到监狱里，但终究还是幸免了。至于那天，当时这些人不光自己抄家，还命令我们把家里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我抱了一堆瓷碗，砸了几个。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有一部关于西藏古典诗歌的经书，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属于我们家族祖传。我赶紧找出这部书，悄悄地带到厕所里扔了。现在想起来，太后悔了。当时主要是太害怕了，我怕得很，就待在厕所里不出来，把门插上，一直待在里面，不敢出来。也没有人找我，就这么躲过去了。现在看到这些照片，我觉得太可惜了。如果我不躲在厕所里，这照片上肯定有我。我那时候才21岁。于是我问他，那你有没有想过朵基帕姆在外面多可怜？他叹道，他不是一个人，他和他的父母在一起。我又问，那孩子呢？他说，孩子都很小，都在屋子里哭，没人管他们，也管不上他们了，哭也好，饿也好，没时间管了。我继续问，那个小男孩呢？那时他才是个婴儿啊，他说。是啊，他才生下来1个多月，
后来我和朵基帕姆劳动改造时，就把孩子装在背上，背石头的筐子里，放在地头。打长的时候灰多，青稞的刺多，怕落到孩子的眼睛里，我们就拿一块头巾蒙住他的头。朵基帕姆常常为此掉眼泪。冲着女活佛的脸挥舞拳头的年轻女人，人们都叫她安妮拉尊或荷巴宁安妮。据说她来自藏东康地的查亚，很早以前朝佛到了拉萨，一直住在荷巴宁一带。因为穿袈裟、剪很短的头发，也没有男人和孩子，于是都把她当着尼姑。据说她靠讨要施舍为生，或者给卡基（藏语对穆斯林的称呼）家里当佣人。文革前在合作社里种过菜，也在屠宰场里洗过肠子。文革一开始就特别踊跃，尤其是批斗牛鬼蛇神时非常厉害，成为当时声名大噪的人物。很快被任命为荷巴宁居委会的副主任、主任，并加入了共产党。他还是赵总下属的造反公社的头头，武斗时颇能冲锋陷阵。无法知道安妮拉尊与女活佛桑丁朵基帕姆是否有过节，但不论依照宗教传统还是民间习俗，这样的可能并不存在。然而，在这3幅照片上，安妮拉尊愤怒的拳头径直砸向深深低伏的女活佛，看上去像是怀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多么难得，僧团中有人，如果他真的是尼姑，站出来揭批素来被视为是人中之宝的佛教上师，他正是新政权所需要的那种人。看来他的行动教育和感化了周围的群众，连小孩子也举起了幼小的拳头。文革后期，随着赵总的逐渐失势，安妮拉珍不再得意，因为涉嫌一桩贪污事件入狱1年多。但也有人说他是遭人诬告，其实他十分廉洁。还有说法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作为赵总顽固分子的他站错了队伍。如果他见风使舵，反戈一击，改入德式的大莲子，那么他极有可能依然风光招摇。即便果真贪污，又算得了什么？出狱不久，安妮拉珍就死了，大概是1985年，他大约60多岁。至今在拉萨老城区一带还有很多人记得他，汉式上衣下面裹着深裙的安妮拉珍，都说他是一个十足典型的呼尊巴积极分子。很多人都用厌恶的口吻讲述他的许多故事，但也有人说他的好话，认为他一心为公，从不利己，依然怀念他。当我问及安妮拉珍对宗教的态度，这人说他不信，虽然他剪了头发，人们也叫他安妮，但他是不信佛的，至少在表面上是一点儿也不信的，因为我们毕竟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可能他信的就是共产党吧，所以他入党。看得出对女活佛的批斗已逐渐升级，为了充分展示女活佛的剥削罪证，她的背上堆满了绫罗绸缎，压得瘦弱的她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而围观的人群中，那几个站在前面挥着拳头的小孩子，有没有朝她扔过石头？值得一提的是她头上所戴的黑色法帽，在照片上看起来乱糟糟的，其实法帽的周围原本不但缀满金丝和小小的金佛像，还镶嵌的有数不清的珍珠，可谓价值连城，十分美丽。但在批斗之前，帽子上的珍珠和金佛像就已悉数拆尽，被银行用很低的价格收购了。伦珠朗杰说，在居委会的监督下，我记得当时付给朵基帕姆的钱好像才2000元人民币。可是别说那些金佛，光是被拆的珍珠就装了满满一个脸盆那么多。据说整个西藏只有2顶黑色法帽，一顶是
噶玛噶举法王噶玛巴的黑帽，一顶是香巴噶举主要寺院桑丁寺的主持朵吉帕姆的黑帽，在宗教密意上都被认为是十方空行母以自己的头发编制而成的黑色金刚宝冠，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因此，这顶法帽对于朵吉帕姆的这一转世传承，对于他的誓愿，都具有极其珍贵的意义。伦祖朗杰说，朵吉帕姆在1959年逃亡印度时就随身带着这顶法帽，从印度回来时也随身带着这顶法帽，但是这顶帽子据说在这天就被革命群众扔进火堆里，烧成灰了。说起被毁的东西里边，最可惜的就是这顶法帽。照片上，朵吉帕姆手中的宝瓶叫做捧巴。捧巴在西藏的民俗中十分重要，内装五谷杂粮以及各种宗教圣物，放置于家里或埋藏于山上、地下水中，一般用以祈福、招运等。朵吉帕姆的捧巴据说是很多种捧巴中的极品央捧，历史悠久，制作十分精美，但在批斗后就消失了，从此不知下落。在这幅人头窜动、拳头挥舞的照片上，我们只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那个头戴鸭舌帽的男青年正伸手拨动着宝瓶上的嘎乌，且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那么他的举动只是出于好奇吗？或许不然，因为在破施救当中，除了打和砸，更多的是抢，而这也是积极分子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嘎乌是藏人用来安放佛像或其他宗教圣物的小型佛龛，是随身携带或珍藏家中的护身盒。上好的嘎乌通常用金银制成，并饰以珠宝，十分贵重。女活佛的嘎乌肯定既属此类，不同于一般信徒的普通嘎乌。有趣的倒是周围群众的神情，有的翻白眼，有的皱着眉头，有的张着嘴，好似正在喊口号，有的却奇怪的不知看着哪方，胡乱挥舞着拳头，也有人低手垂目，满面惶恐，不知在想什么。而那个翻看嘎乌的男青年后被认出是一个回族，是在河巴林一带居住的回族群落中的积极分子，名叫于鲁斯，后来成为大连子属下的农牧民司令部的司令。如今57、8，在家设麻将赌场，过着颇为富裕的生活。他旁边的女人叫吃佐玛，也是一个积极分子，在合作社里做鞋子，现已故。站在吃佐玛身后举着小红旗的老妇素来老实巴交，可能是被居委会叫来助阵的。站在朵吉帕姆右侧的那个剪短发的小女孩名叫萨玛，也是一个回族，如今是家庭主妇。现场批斗会已从院内转移到了大院门口，院门上还挂着一个小喇叭。人物杂乱，一片狼藉。在朵吉帕姆身后左侧出现的那个头戴鸭舌帽，一只手高高举起相机的人，在英文版翻译时经仔细辨认，认出他正是今天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新中国摄影史中重要人物，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藏摄影的代表人物，创造了这一时期的西藏经典影像的摄影大师。他的名字是南志贵，1950年随中共军队进入拉萨的随军摄影记者。实际上我父亲与他非常熟悉，他们都在西藏军区工作，曾经共同拍摄过1956年的洛巴人群像，1962年的中印战争。而在文革中，他也同样拍摄过许多照片，正如这张批斗女活佛桑丁朵吉帕姆的照片所显示的，他也在现场，手里高举的是120如来弗莱克斯相机。然而直到他于2016年去世，
他的有关西藏文革的摄影只是在近年的中国网站上见到过3张，属于群众场面，并无具体场景。部分图说沿用了我在沙节中的相关图说。那个用奇怪的姿势盯着朵吉帕姆的男人叫朵吉次仁，也是居委会的积极分子，现已故。不知是在这次还是哪一次的批斗会上，一个名叫次仁旺木的女积极分子突然伸出手指，其凶狠的姿势就像是要挖掉朵吉帕姆的眼睛，使朵吉帕姆惊吓不已。回到家后放声大哭。在这些照片中，朵吉帕姆从来没有抬起过头，只起过腰，凌乱的头发遮住了他的脸。我们无从体会他当时千头万绪的复杂心情。还有别的任何一种方式更能够羞辱那些过去备受信众尊奉的佛教上师吗？当然没有。革命就是如此实现了他的许多目的中的一个，用一部分人羞辱另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实际上也使得每一个人都没有尊严。今天桑丁朵吉帕姆德钦区真仍健在，拥有自治区人大副主任、自治区佛协副会长等等一堆官衔，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里的各种会议上。我曾经在一个政府官员女儿的婚礼上见过她，是一个走路一瘸一拐、低眉顺眼，且穿一身拉萨妇女日常装束的老太太。我很想访问她，给她看这些照片，却被告知最好不要这么做。据说她经常闭门念经，每年至少回商丁寺一次。那是一个从前盛大而今狭小的寺院，从她的房间凭窗望去，可以看到宛如碧玉一般美丽的羊卓雍符，在阳光下闪动着粼粼的光芒。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